澳門中華教育會主辦嘅第45屆全澳學生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暨繪畫作品展，於2025年11月21日喺澳門科學館會議中心隆重舉行頒獎典禮。典禮上，獲1、2等獎嘅學生以及嘉賓、家長同各校師生約400人出席，場面熱鬧歡騰。本屆比賽已於10月18日喺紀念孫中山市政公園圓滿舉辦。全澳中小學生共計2961人參賽，經專業評審後，獲獎同學達590人，競爭激烈。我校中小學生嘅同學表現優異，喜獲1等獎20個，其中包含獎學金11個，2等獎26個，入選獎34個，總獲獎數量位列全澳第一。此外，呂正樂同學榮獲國師紀念獎，值得慶賀。同學們通過參與此項比賽活動，均受益匪淺，不僅提升咗藝術素養以及綜合發展，更能踏出戶外開拓視野。期盼喺未來嘅學習中，同學們能繼續發揚全澳比賽嘅積極精神，再創佳績。